出爐新8毛，愛奴乳牛大點數啊！2年前嘅 Gina，2年前嘅媽毛 Mia， 咁嘅咯，選第2代8毛要執啦，呢度多啲肉，嗰度咧又少啲肉啊，變成咁，要整啊嘥時間啦，未必趕得切影寫真殺入書展啊！所以今年第3代8毛選拔賽唔去奧海城啦，去澳洲揾真正嘅大乳牛。目前呢就選咗呢8個，記唔切啊，要慢慢睇。OK， 不過驚大家睇到想叫停啫，唔使記得晒8個噶，記住4個先啦。佢又係叫咩啊？23歲，34B 啊！都話澳洲地靈人傑飲嘅奶奶都好啲噶啦，評判 Gina 都拜佢噶。33C Jennifer， 哇，睇相都知道佢 hot 啦。選嗰晚仲透點上陣 Suarina 呢個33B 嘴仔係大咗少少，嚟到香港大把改造空間啦。好多人都話佢似 Stephy， 呢個咧我睇好佢啊。唔太高，唔太矮，唔太肥又唔太瘦啊！而家佢哋咧就忙緊執噶咯，喺澳洲影埋寫真，下個月就嚟空降香港長駐開工。咦，咁咪即係輸入外勞？